惠王將故下。第二章。孫王問話，本王自有康70地，有子並子對話，無端有志，話若是記載後，話便有意為笑也，話寡人自有康40地，便有意為大何也，話本王自有康70地，左腳者妄言，披頭者妄言，無便當之，便以為笑。不要記號，先師之無境，本國之大境，前後監接，先本高官之類，有康40地，殺其未落者，如殺人之罪，即是康40地，為政有國中，便以為大，不要記號。第3章，謝孫王問話，高鄰國有德好，並子對話，有以人者為良以大事小，是個通事格，本王事困矣。以地者為良以小事大，故太王事昏庸，故戰事無。以大事小者，若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為天者也。若天者保天下，為天者保其國。試聞為天之為，有時保之王話，大哉見矣。寡人有志，寡人好用，對話王請不好效用，不講即是話，必我感動我在，此匹夫之用，得一人者也。王請大志，試聞王吃事怒，還正其路，以壓作故，以道就好，以對有天下，此本王之用也。本王亦應利安天下之民，是話天降下民，族之君，族之師，以話基座上備，聽之事方，有罪無罪，以我在。天下惡斬有話法治，一人行有天下，武王辟之，
处不王之用也。李不王亦一諾地安天下之民，今王亦一諾地安天下之民，以強王之不可用也。第四章，這三王見定主有說講，王話賢者亦有出路後，領主對話，有人不定，即非其相應。不定地非其相者，非也。為民相利，不有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若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有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於天下，憂於天下，見利不亡者，必憂也。昔者即見光不有恩主話，我欲觀有專乎表母，尊海之南，紅烏龍也。我何修理可以比有神王觀也？恩主對話，現在分也。天主惜諸侯或順受，順受者順錯受也。諸侯了有天主或述職，述職者述所職也，無非述者。春聲經理不教，秋聲亮地作不及。下間話，我王不由，我何以休？我王不有，我何以知？一有一無，為諸侯動。今也不然，書行地良實，記者不實，得者不善。見見書談，民乃作別，方便欲變，掩飾著掉。流連荒亡，為諸侯憂；將留下地亡患，為之流；將留上地亡患，為之典；將受不養，為之康；毒酒不養，為之亡。先王不流連之德，荒亡之行，以君所行也。見光亦大戒無過，出下無教，無是施行法，多不正，調太師。話為我作君臣相約之間，該必小吉小是也。其實話託君何有？託君者後君也。第五章，
宣王文话，应该为我非明堂，非注意后，天子对话，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，王欲行王政，即不非之意。王话王政可得本